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！中秋节除了观月花、看月娘、烘肉食月饼之外，嘛一定爱食油仔。讲油仔有理气化痰、润气清肠、生津止渴、补血健脾、开胃等等的功效。讲像油仔这款的水果，正适合中秋烘肉加油炒。讲油仔要好食，爱经过一个熟水的过程。熟水有的地头讲死水，就是烧水，就是华语的池水。讲油仔拄拌落来，表皮的水分饱甜，但是果肉定单，无啥汤汁，嘛较袂甜，毋是滋味上好的时阵。讲文旦要好食，就爱藏伫咧通风的所在，藏互熟水，藏甲油仔皮为青色变青黄，外皮反摇反摆。这个时阵，果肉会变软软，甜度会较悬，水分会较侪，这就是油仔上好食的时阵。油仔真耐藏，会当藏1-2个月，也毋过嘛袂当藏到过久，安尼就歹食咯。有一寡特定的油仔，袂使甲油仔做伙食，像心脏油仔、爱困油仔、降血油、降血压，甲食羊荇甲免疫压制油仔拢袂使。讲这个油仔的成分会甲这油仔交替作用，会产生毒素甲副作用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中秋节，要祝福咱的乡亲阖家平安，过好节。